每日使5位數喺長白山玩，好過瑞士。樓下係小冰島，管家係薩摩耶。下午茶係北歐小木屋，房門外就係日照金山。有種快樂叫柏越私人訂製，降落機有專屬司機送酒店，旺季買5位數1萬，睇歡迎禮東北大3件，熟悉雙洗手台同大浴缸，適合唔熟朋友仔用 Le Lobo 22號。想睇霧凇漂流，管家早約好。想滑雪，酒店有滑雪屋同專屬魔毯。外面逼爆，呢度仍可大搖大擺，皆因這裡本身就是一座獨立莊園，喺雪場內被森林環抱，完全與世隔絕。朝早喺城堡4 brunch， 行 VIP 通道滑2圈，此時陽光溫暖適宜。阿拉斯加小管家帶你去森林小木屋，食980蚊下午茶，飲至微醺，再前往酒店獨立霧凇溫泉，泡至周身酥軟，天色漸暗，然後穿過酒店冰屋小徑，到森林驛站，圍坐炭盤烤肉暢食，等長白山陪你瞓。後生愛情好簡單，淨係煩啲神；大個後愛情都好簡單，淨係使啲錢。